头痛，心肝痛，腰会痛，哎呦，我也下啲嘅练习也行台步啦，因为我下个礼拜要去参加呀老佩的工作嘅县民比赛，故说我自己腰肚子腰会攰礼拜嘅，虽然我动腰，不过我嘅老佩脚下係完全冇抽下來啊，因為安尼啊。不過吼，我想一下，由老佩叫去參加呀老佩工作嘅縣民，以從以後哦，韓國唔單止我愛縣民，我還愛點出我嘅料理真功夫，我愛留呀老佩咧，從頭到尾拿來做料理實槍槍，故說一下就搶下來看下愛做老佩嘅料理，愛準備按到乜嘅材料哦。好，当当人讲吼，大摆去买老佩的时间啦，就会看到全部就奶滚滚的，用的套老佩的喏。其实啦，奶滚滚的个老佩的啊，真还好，做乜嘅用讲喏？因为就表示讲呀，老佩的冇水洗过，就表示讲佢冰的都下久。好，除了套老佩的，爱看有奶滚滚的毛，还有另外一个就会看佢嘅表皮，爱清凉冷鲜，就像爱看什么人的脚，同样爱冷鲜的老佩咧，就係好色的老佩咧哦。韓國好，基本日處理嘅老佩咧係胖用老佩咧。故說假使講電視機頭前嘅鄉親朋友呀，就係用胖用老佩咧，也係講健高嘅按用嘅品種嘅老佩咧啊，就唔是削皮哦，係講而係買嗰種動態嘅老佩咧，再個削皮就做得咧。好，一下老佩咧，我同大家來講一下，老佩咧要分3節，我分3節，東昂亞節啦。係清甜水分清度嘅部分，就得拿來煲湯，適合久煮嘅。故所我會留意切3等份，3份。好，也凍昂也片好，就係等下我來煲湯用嘅，就做得留意切太地，再個留意切一半，好，切一半。因為等下愛煮，唔過老佩咧愛煮到凍透，按用真好食，真會落。故所做得用微波爐先撈佢微波一下，加佢落嘅熟度。好，一下就撈老佩咧，變到溫啲度，韓國加少水。好，撈老佩咧全部濺過去，按樣就做得變到微波爐啲度了。好，變到微波爐啲度，用清大火撈佢微波3分鐘。好，好以後啊，就係撒下來嘅料理，我愛做炒老佩咧。嗰個炒老佩咧啊，就愛撈老佩咧先滷啊，等下口感會下切，韓國妹冇按濕嘅感覺，一下就來撈老佩咧切泡，差唔多2.5公分嘅盤肚。好，來切2.5公分，切啦。好，切好以後再個留意切4分，也未用4分。切好以後啊，因為我留意滷啊，就做得留意變到按用嘅保持推啲度，變落去，放落去以後，因為我滷不起出水，我來加鹽，變呀2湯匙嘅鹽到啲度，2湯匙落去，到後就做得留意包起來，開始滷了，我滷到本起出水。好，就按用捏呐，我捏到佢出水。嗰時候我吃到其實好，我捏到佢出水，我發一些些的力，就吃到我嘅肩頭一種有一些的酸軟。唉，有冇男朋友做得來聽說我捏老佩咧啊？有冇男朋友聽說我捏我嘅肩頭咩去做得咧啊？
落配咧也条材料啊，一批好势以后就做得开始来煮了。今日爱炒2种无同样嘅菜，一个是用炒的，另外一个是用煲的哦。故说也添落嘅必熟过后，加一丝丝的油，就做得来捞菇嘅滴落去，本佢煸香一下，好滴落去。 本佢煸到有香味出來，我特別就會講好，其實菇嘅係太自然嘅部位，佢有種天然嘅香味，還講係清香味哦。菇嘅煸落去煸以後，撒下來就係呢落配咧，加下好愛自己添到動態裡，添到好呀水全部就流出來嘅，就會愛添到油水出來，咁樣就做得了。油水出來以後就做得 Q Q， 然後佢黏黏呐，撈水黏出來。 過後再個撈佢放到鍋嘅底度去，好，放落去以後再個撈佢炒炒啊，哦，有冇？ 炒啊，呢菇嘅還會出水，吼出水冇相關，就繼續炒，也係佢本身色彩嘅特色，繼續炒。炒啊，差唔多誒，就做得來撈呢挑芽菜放落去，挑苗放落去，繼續撈佢炒一下，也當夾哦。 因為呀本蛋哦，全部就係熟嘅做得食咧，落配咧本蛋咩做得上色，韓國因為滷過後嘅佢嘅澀澀嘅味道咩會下少，一下調苗放落去以後，就做得來調味一下，來胡椒味，韓國鹽一啲咧就好，因為家下落配咧佢更加會當到鹽嘅，所以一絲絲咧就好，放落去。 韓國一些嘅香油做得來嘅菇嘅清香味帶出來，好淋一啲上去，好，按樣以後就做得撈出來，裝盤了，好，來撈佢撈起來。 好，撩起來過後吼，姜炸鍋嘅唔是細哦，姜炸鍋嘅就做得加一些嘅油落去，油放落去。好，我來繼續來做下一出菜，就係呢吼煎呢雞腿，韓國蔥嘅哦，撒下來，就來撈蔥嘅，然後佢切一節一節嘅，切太片。 太姐，差唔多3公分。過後我用呀蔥拍嘅部分，然後佢跌下去，本佢煸香一下，都嚟試下。煸香就係愛煸到有香嘅時間，就做得來撈呀雞髀放落去了。呢雞髀排吼，你看你愛用有皮嘅冇皮嘅，全部就做得。韓國切好，然後佢切下細啲啲嘅，然後佢放落去，好，放到底度先俾佢煎熟一下，再做得做呢下一步哦。 其實我剛剛一開始阿 Q 冇有講到，落配咧愛從頭到尾全部食香香，一下皮食到嘅啊，落配咧嘅肉咩食到嘅啊，還有一啲蔬菜冇食到，睇家己係乜嘅蔬菜冇，就係落配咧嘅葉味，其實係做得來食咧哦。其實啲青頭擺啊，呀落配咧葉味係拿來做呀雪里紅、雪里紅嘅材料之一。韓國啊，咩做得老記，放到微波爐底度，微波熟以後就做得放到冷凍庫，愛食嘅時間拿下來切剁啊，同佢搞肉就做得向下拿來炒，也係挑乾就做得拿來炒，當好食咯。好，故事來看一下人哋雞肉，好，轉過來。 見過來以後啊，人就做得撈家下，人佢見微波落嘅落配咧，撈佢跌落去，落配咧放落去，
韩国因为也係有一些嘅不同嘅，古時做啲倒水，然後水倒落去。好，水倒落去以後，因為要用雞肉做啲加米酒，然後粗熟米狀態，來米酒倒下去。米酒倒下去，各位，撒下來係調油倒落去，本件有醬嘅色，當上顏色嘅醬嘅色。好，按樣撈佢拉拉嘅過後，就做啲撈天煲嘅鹹起來，好，因為其實人哋落皮嚟搞下幾件米煲落嘅，故所等肉落嘅以後，入米以後，按樣就做得了，差唔多本件係5分鐘嘅時間就做得咧。放落皮咧，放落皮，嘿喲，放唔樣，老太太夾來，天你放落皮。有知道我真係係名副其實嘅老皮嘅公主麼？又會做老皮嘅料理，又會唱老皮嘅歌，還個有老皮嘅腳。好啦，家下老爺從我嘅長嘅蔬菜啊，放落去以後，其實按樣就做得拿出來，裝到人哋盤嘅肚康嘅哦，看起來非常好食，韓國也好老皮咧，全部就已經有熟嘅，韓國也將什麼已經煮落去嘅。好，然後佢夾出來，哇，看起來很像顏色咯。好，古時候有一兩品料理啊，我就做得去參加呀老皮嘅公主嘅選美比賽。唔過好，我看下安會做，我將出現老獎版本嘅起價好嘅啦，來試試看下好食啊唔好食。有一個淡嘅，韓國一個重口味嘅，真見到老皮咧，全部就用嗆嘅咧。好食，我就係名副其實嘅老皮嘅公主。